今日我哋大家嚟到溫哥華中山公園，因為今年係溫哥華中山公園開幕40週年，而今日就係40週年紀念週嘅第一日。由今日開始，一連3日都會有唔同嘅文化活動。溫哥華中山公園係第一座喺中國海外按照蘇州園林風格建造嘅中式庭園。40週年嘅主題係回到1986，透過多元文化活動，帶領公眾返到去中山公園誕生嘅歷史時刻。最直接感受到返咗當年嘅事情，就係今日嘅票價係同40年前一樣，成人3蚊，長者同兒童1個半，家庭5蚊。我非常建議，如果大家有時間嘅話，一定要參加園林導賞，通常喺逢星期6日都會有。我今日就邀請咗義工 David 同大家介紹。Hello，我係叫 David，我喺呢個中山公園做義工做咗6年。我最中意就係呢一個景點，就係點解呢？就因為呢，佢可以俾我有一個180度嘅觀景，就包括呢個花園嘅部分啦，同埋對面嘅公園個部分係2個唔同嘅個體。花園嘅部分呢，就係所有嘅一磚一瓦都係蘇州園林局做嘅。工匠亦都係從蘇州嚟嘅，但係對面公園呢，就係溫哥華市政府刻意仿效呢個花園做嘅，所以呢，對面嘅工匠同埋材料都係溫哥華嘅，唔係蘇州園林局做嘅，所以呢，呢個花園就代表東方嘅元素，對面公園係刻意仿造，所以係代表西方嘅元素，所以係2個唔同個體。喺中山公園呢，就好希望嘅遊客入到嚟呢，係用沉靜落嚟嘅心態。一見到湖水嗰個樹葉嘅綠色，變咗你即刻可以有一種靜態嘅感覺，去感受到大自然嘅一個寧靜。譬如乜嘢叫做曲徑通幽，乜嘢叫做一望無際，別有洞天。都可以全部喺中山公園嗰度感受得到嘅。中山公園我最喜歡有棵柳樹，個柳樹個含義呢，就係古人當佢送別友人嘅時候呢，佢陪佢去到江邊或者湖邊，當佢起程之前呢，佢向江邊或者柳邊折一支柳枝送俾個友人，希望佢盡快喺異地落地生根，或者盡快適應佢當地生活。所以有咁嘅意思，所以點解粵曲有個徐柳仙嘅在折長亭柳係有咁嘅意思喺度嘅。好多遊客會問點解嗰啲水咁濁呢？但係佢係有個含義喺處嘅。第一，佢係所謂水清冇魚，當魚見到遊客嘅倒影呢，佢會匿埋㗎啦，會游走㗎。第二個原因就係等遊客感受一下水上邊嗰個倒影，因為倒影係代表陰，係假嘅假象嚟嘅。岸邊嘅實景呢，就係陽，就係真實，所以係有呢個陰陽嗰個共鳴喺處啦。第三個原因呢，就係俾一個保護嘅色俾嗰啲細條嘅魚，因為我哋每日都有見到有一隻好大嘅 heron 雀仔踎咗喺個樓頂樹邊等待食物，所以我哋係要保護嗰啲細條嘅錦鯉嘅。估下佢敲晒鑼咁係做緊啲咩？呢排天氣開始變暖，啲錦鯉就會游上嚟揾嘢食。公園定期都會有人嚟餵佢哋。咁點樣嗌佢哋上嚟食嘢呢？就係敲鑼敲鼓，然後用震動去俾佢哋知道有嘢食啦。除咗園林本身，中山公園平時都有開設茶藝、古箏、圍棋等工作坊，吸引好多非華裔人士參與。特別係喺中國傳統節日，例如係新年同埋中秋節咁，都會有大型活動，當中會有全盒展示、製作燈籠嘅工作坊，俾唔同文化背景嘅人感受過節氣氛。今個星期嘅其他慶祝活動仲有送錦首飾工作坊，會先介紹送錦嘅工藝特色，特價20蚊就可以參加，完咗可以拎走自己整嘅首飾。你仲可以寫信擺入時間囊，呢個時間囊會喺10年後50週年嘅時候打開。喺星期6日仲可以玩圍棋同埋打麻雀，即刻 keep 低呢個時間表，唔好錯過啦！